好，又嚟到有成食品平價超市，同大家睇下呢期有啲咩抵買嘢先。呢款一 pack 裡面有5包嘅明洞泡菜麵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6蚊，除翻開3個幾就已經有一個麵啦。另外呢款大大包嘅瑞士雞翼味薯片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。另外呢款阿羅斯迷你朱古力曲奇或者係芝士脆餅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。多款怡寶嘅飲品啊，賣緊12蚊，有3支，除翻4蚊就已經有一支啦。另外呢款電解質飲品係賣緊10蚊，有3支，除翻開3個幾就已經有一支啦。另外呢款寧卡氣泡飲品啊，賣緊10蚊，有4罐，除咗開2個半就已經有一罐啦。另外呢款午後紅茶而家賣緊5蚊有一支。另外呢款生茶亦都係賣緊5蚊有一支。呢款大大支嘅冷山茶黃烏龍茶而家賣緊5蚊。一 pack 裏面有6罐嘅加多寶啊，而家都係賣緊18蚊，除翻開3蚊就有一罐啦。呢款 Oreo 嘅夾心餅乾而家賣緊10蚊，有2包，除翻開5蚊就有一包啦。另外呢款 Oreo 嘅夾心餅而家都係賣緊12蚊。另外呢款芝士夾心餅而家都係賣緊12蚊。呢款自熱火鍋而家都係賣緊30蚊。呢款蟹黃拌麵而家賣緊10蚊有一碗。另外呢款麻醬粉而家都係賣緊10蚊。呢款蜂蜜老式蛋糕而家都係賣緊10蚊有一盒。呢款小老闆脆海苔而家賣緊9蚊有一包。呢款韓國燒鵝糖啊，有奇異果味同埋土味，而家都係賣緊6蚊有一包。
另外呢款趣味絲棒餅乾係賣緊5蚊。呢款五香牛肉粒同埋蝦肉粒係賣緊12蚊有一包。呢款明輝蝦條而家係有原味同埋辣味嘅，都係賣緊6蚊有一包。呢款雀巢糟糟酸味果汁軟糖係賣緊10蚊有3包，除翻開3個幾就一包啦。呢款葡萄嘅黑朱古力賣緊20蚊有3盒，除翻開6個幾就一包啦。另外呢款芝士意大利飯素賣緊10蚊有3盒，除翻開3個幾就一盒啦。另外呢款肉碎醬汁嘅飯素，而家諗係賣緊10蚊有3盒。呢款杏仁米餅而家都係賣緊12蚊。呢款3合1 latte 嘅白咖啡係賣緊25蚊有一包。另外呢款雀巢極品白咖啡賣緊35蚊有一盒。而家仲有一個毛巾架送嘅。呢款百力滋係賣緊5蚊。呢款大大盒嘅利是餅而家都係賣緊10蚊。呢款大大包嘅新疆烤紙皮核桃係賣緊38蚊一包。香草味嘅夾心餅乾係賣緊6蚊。呢款維他消化餅賣緊13個半。呢款顯身金裝開奶茶賣緊30蚊。另外呢款 QQ 肉戰糖賣緊10蚊有3包，除翻開3個幾就一包啦。另外呢款夾心餅啊，而家賣緊10蚊有3包，除翻開3個幾就有一包啦。